賽展示到佢哋係有能力，哇！可以製造到入波啦，再加上就係球員方面啦，表現好夠啦。呢邊咧就我哋先介紹過佢啦。荷蘭出世，但係我哋主席翻嚟分得多，喺我哋當中出世嘅中環嘅有另外歷史嘅品歷史，每位咧都算只係排到去，但係可能前面都仲係差少少。如果俾佢起到腳，門將方面咧就馬天尼斯覺得好穩陣，因為嗰波穿過咗馬天尼斯，前面你先揾嚟擊腳啦，再門將擊腳邊咁樣入嘅，呢個波贏嘅話，馬天尼斯呢個係咧。以為個個以為佢穿出條咧，就突然間執個地波，後尾咧就定係冇玩定啦。咁啊起腳嗰下咧就穿過咗個球線，就玩掂咗個大神。咁啊又問一問啊 Filo，究竟係進攻真係做得咁靚啊，定係防守上都覺得有啲問題？兩樣嘢啦，兩樣嘢都係啊，但係我覺得阿根廷個人即係出翻嚟嗰個精神狀態係好大，即係呢個幾個你睇到啱啱過去嗰兩個字啊。完全係冇出自己嘅節奏嚟講，個波攞唔到，喺前場冇控制，好控制呢一場波，所以呢個我真係覺得已經係幾時嚟嘅。場邊見到就準備換人啦，9進15分嘅沙利斯，高過沙利斯，而家要睇咧就艾華利斯係咪位換咗馬天尼斯啦？一係咧就換走一個中場球員，但係我覺得。
覺得有得入要入多兩球，分分鐘你俾法德國整多粒咧，又係麻煩。美斯衝過嚟，高高沙利斯。但係未至於開行追好。甚至乎咧就係中間嘅保羅啊，加上阿蘭迪斯喺進攻方面都要做多少少。迪可羅，其實就話呢件事係話呢事。靚啊！呢個波嚇，落到落嚟，起飛都夠啦！呢個波一射咧彈咗嚇，佢就想跳起一個打煙腳咁樣彈埋去㗎啦。見到啦，出嚟飲水就代表個史卡洛尼好緊張啦。好啦，換人啦喎。見到咧就路斯杜亞利呢個時間咧就係佢入波先。3場比賽都係踢正選嘅中場啦。大公司答佢下我先啊，因為見到呢個新嘅正選陣容啦。出世又喺荷甲啊、荷乙啊咪踢波嘅球員，然後後尾咧就可以照入翻呢一啲分分國籍，然後咧就幫佢出錢，就俾翻美斯可以放射。